着你，特别伫新的日子，咱三角齐斗阵的时阵，我真欢喜，看到大家坐伫这个所在。我每一礼拜拢有期待，期待伫礼拜日敬拜的时阵，我会看到什么人，什么人甲我伫咱三角敬拜上帝，因为伫遮所领受的、所学落的，是充满咱的心的欢喜。咱礼拜的开始，咱要来唱歌学落上帝。
放心，我拢教你三甲边的，我的稳定教育你，伊陪咱行过。无论伫什么时阵，无论伫什么境遇，毋通互苦难压去，也毋通悲伤失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就要相信有耶稣会听。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境遇，毋通互苦难压去，也毋通悲伤失志。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，就是有耶稣会听。无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境遇，毋通互苦难压去，也毋通悲伤失志。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，就是有耶稣会听。讲一摆，无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境遇，毋通互苦难压去，也毋通悲伤失志。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，就是有耶稣会听。毋知你愿意相信啊无？相信咱拢互伫咱的外后面较赢，赢什么？即摆咧伤心的时阵，上帝放袂记你；即摆咧艰苦的时阵，上帝放袂记你。有当时甚至有埋怨，上帝我遐尔啊疼你，为什么你将即个事降临伫我的心上，互我担袂起咧？会记者，无论伫什么境遇、什么时阵，上帝拢甲你同在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你是上帝，是看宝的囝，伊疼你，就爱相信有耶稣会听。咱到一摆，无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境遇，毋通互苦难压去，也毋通悲伤失志。肯定讲，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，就是有耶稣会听。无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境遇，咱拢毋通互苦难压去，嘛毋通悲伤失志，因为有耶稣会听咱的三甲边的。有啥物？你就爱相信，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，就是有耶稣会听。今仔日坐咧即个所在，咱是来敬拜上帝，因为你相信耶稣就是咱的神，伊是啥物？上帝是听，所以有上帝听甲咱三甲边的。今早起，咱坐咧即个所在，即是咱唱歌学了上帝，咱嘛要陪伴咱的心来敬拜伊。咱若要坐咧四个所在要安静，咱就要求圣神充满咱的心。有圣神充满咱的心，咱就要明白，咱就要谦卑，咱就要顺服。因为伊所透放的信息，咱就要记牢伫咱的心。在你主里。
热心来唱这首诗歌，听堂信息，听堂信息，有你降临，让我们对我作有力，在你主里对你我里，因为爱的灵光，不离心，我的求我。事情办咱大，咱用你的心，用心来念这个歌词，用你的心念这个歌词，做咱的祈祷。恳求听堂的信息，求你降临伫阮每一个人的内面，感动阮的完全，在你的主意追求合一，培养礼拜甲行动，来敬拜阿罗哩，恳求信心充满阮每一个人。